各位車迷，全城矚目2026國際供應鏈博覽會正式開鑼。今年我哋位置喺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7號館，想知點去？一齊跟我去啦！得啦！搭機場快線直達博覽館站，一出就到；又或者可以搭 A 線或者 E 線機場巴士就到。自家就導航去航天城停車場，泊好車即刻入場。現場仲展出咗多款人氣車型，無論係追求極致嘅操控，定係家庭實用，定係智能體驗，總有一個車型適合你。偷偷話你知，有一款全新型號會喺車展首度亮相添啊！除咗豐富嘅展車陣容之外，我哋仲特別推出咗限定禮遇，指定型號現貨可享專屬禮遇。冇時間嚟到現場都唔緊要，我哋全線10間 showroom 優惠同步，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啊！快啲嚟啊！6月18至22號記得嚟呢度揾我啦，把握機會，千祈唔好錯過，我哋到時見啦，拜拜。